酸水危险啦！危险啥？你是惊太空真是？啊，我偏偏没算。哎，叫你莫酸水，你是听无啊？到时跋落，往我规身躯澹落落，我是要哪甲你老爸交代？你这是意思是要叫我甲你姊妹？我就讲嘛，你介意我，你敢唔承认？无唔对，我介意你，我就是介意。蓝天宝，你甲你拍车啊，坐船哦？哎，你来公开小姐是要一路上看？原来天宝已经交女朋友啊，不怪伊无去找你啊。迄个查某囡仔是谁啊？生了足水的，你讲是谁？是我国小同学，阮真久无见。你边仔迄个查甫囡仔应该是伊男朋友啊。哎，生了真缘投呢，两个人我足速配的哦。安怎？为拢不爱讲话，话你的心情不好。无啦，我知影啦，你一定是嫌我气势的技术不好，所以起毛是袂严，对吧？安尼话，这个话也讲会出来哦。讲啊，是不是嫌我？拜托，莫甲讲，这个话题到这为止。那安尼我问你，我气势的技术安怎？甲别人比起来，你较介意啥？要甲谁比啊？要比啥啦？哦，拜托的，救人哦！到底有啥物人哦？会当帮我为这个话题内底给我救出来？是多。你现在想啥？无啦，我在咧想着呀，今仔溺水应该有水会点着，在即摆身体较好。是多，你明明就足介意亚玲的，家己所唔知影，我哪会当互你规工拢伫咧亚玲身躯边？万一有一天，恁倒一个心顶袂调，讲出真相，我唔就出局啊！帮你设计。宝，你要走，给他走。我就介意你的。我想要做你的女朋友，好不？
歹势啦，我敢若误会啊。我俩准讲你会介意我，歹势啊，是我自作多情。不是啊，是你自作多情啊。我感觉你做好的啊，而且嘛真介意。可若是要伊正式交往来讲，我是以结婚为前提，所以我会较谨慎啊。那安尼，你是愿意跟我做伙，还是无愿意啊？我只是也搁有心理准备啊。你敢会当互我一点仔时间考虑我？好啦，无要紧啊，是我无想这么多，介意你就直接讲啊。啊，你豆豆想，莫有压力哦，吼。陈总啊，喂，你竟然叫伊喂，恶心！郑凯，我目睭我刚叫睫毛擦掉，你请看目睭吧。安尼哦，好啦，我帮你看卖。这张郑凯，不够太高哎，跟头北林哎，有这么急吗？小兄，你哪伫遮啊？我哪会知影？我哪会伫遮？哎，小兄，小兄，郑凯，你是要去倒啦？是啦，我拄则是因为脚用脚筋，唔知给你染掉，即马脚就疼呢。你家己叫救护车啊！哎，小兄。